巴来，几天天什么哦，哪里的那么啊哦，么这巴来。灌顶的加持，也灌顶的就是动静，虽然是大家都很虔诚的，平虚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修，经过这个灌顶之后可以修他的法门。观世音菩萨有他的法门当中，升起次第圆满次第都有，所以现在我们的修升起次第。修升起次第就是我们要升起本尊观世音菩萨，这样的话，那我们一定要怎么修呢？要受灌顶之后，如果认真修的人，他有他的仪轨，就是这个时候呢，不是自己慈悲心，慈悲心是给对象是要除了自己以外，就是众生，海外的众生都是慈悲的对象，所以我们的慈心跟悲心是两种的一个心，两种不喜欢，有个人就是有一个人的心目中有慈悲心的话，所有的人都喜欢你，所有的人就是愿意你，所有的人看的时候就有一个安全感，非常的一个乐观的。如果你的心目中没有慈悲心，没有慈心悲心的话，因长得这么好，没有意义。任何人看的时候，就心里觉得没有很喜欢的这样的程度。这个就是没有慈悲心的一个区别，人的差的殊程度。那这个慈悲心是我们的慈悲心，然后就是他已经培养了某种程度到了之后，就有菩萨的慈悲，这样的时候就大慈大悲，就是变成这样。所以我们一定要修慈悲心。如果有慈悲心，大家都快乐认可。所以呢，我们学习佛法的根本就是说，我们先从我们内心当中，我们心要改变，心要调伏。所以说大乘法的念头动机，不让自己好处，利益众生、利益他人的话，对自己得到了一些功德，得到了一些好处。
究竟就是为了自己，不是吗？我们任何人究竟就是为了自己，但是我们念头上面不能要这样，要这样的话，这个不叫发心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利益他人的，利益众生，来今天这个受灌顶。那么这样的一个就是特别就是我们就是来世以后的乃至佛体那个成佛为止的这个修行方法的就是得到一些殊胜的法。不能够说自己是已经这个频繁反复的人。今天我就申请本尊的时候，我一定要我是观世音菩萨我在观世音菩萨的时候，也不能心里要这个眼睛也要把那样所以呢，自己认为本尊我观世音菩萨本尊申请的这个不要忘记。但是衣服就是只有3个大家这个衣服不够的，下次要多一点的话，大家可以穿这个衣服。他今天也是花灯的说笑，有一天冷静的讲，3月想就一点钟，3月多，已经就是受这个菩萨戒，已经就是菩提心，已经存在了菩提心。你自己已经菩萨，你就存在了菩提心。那么菩提心呢，存着菩提心，这个已经要认住了，已经知道了解。菩提心是怎么呢？菩提心就是说，为了众生成法。那么说哈。那么爹吽。那么爹吽。那么咩吽。那么咩吽。
Nama nama Hum Soha. Nama nama Hum Soha. Nama Kim Derocana. Derocana. Boa Rajaya. Boa Rajaya. Tatang Gadaya. Tatang Gadaya. Arahati. Arahati. Samya Sambudaya. Samya Sambudaya. Nama Sawatadam KTP. Nama Sawatadam KTP. Arahati B. Arahati B. Samya Sambudaya B. Samya Sambudaya B. Bye.